高雄灯会艺术节，农历的正月初5到16，总共12天，伫爱河边举办。也毋过其中有一区是装饰着观音莲花灯甲花树，互网友惊体讲，袂输是咧办法会哩。观光局讲，迄是佛光山的花灯区，只是一小部分。 2020高雄灯会艺术节就要伫爱河灯场，对1月29到2月初9，部分灯区开始布置。其中佛光山花灯已经摆设有几啊尊的菩萨，只是这款的佛教花灯区有民众无解。哎呦，我伫遐看，真正惊死我，惊死也袂说阮头前咧干嘛？你们送钟啊，人家送钟啊。 来看2019年高雄金民号的花灯，佛光山灯区有几啊趴莲花灯，也有几啊小花箱，当时现场的民众安尼讲，像人家在办什么事情的感觉。今年灯场又搁被气焰，同款讲是像发挥，不过有民众讲袂歹。袂歹啦，顺利啊！我觉得充满了幸福有正能量。对着韩市长上任了后，2档灯会美感有无同的评价。观光局回应，佛光山只是其中一区。宗教灯区是我们这一次2020高雄灯会的7大灯区之一。那我们在宗教灯区，我们原则上都会尊重民间单位所提出来的灯饰。艺术的美感，每一人的定义拢无同。佛像花灯是毋是好看咧，真正是在人看。颠倒是安尼欢欢喜喜去踅灯会，啥物款的装置拢会变水。